由水顺公司自创品牌好事喵发起的消费后再生塑胶转台回收再造的计划，第一站选伫4月2日世界地球日，伫个规定的水顺公司来举办，包括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侪位的产官学代表、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拢共同出席，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好事喵今天希望把自己回收的一些回收材料变成回收资源的部分变成新材料的一个循环经济，能够跟社会尽一点小小的心力，在这一个循环经济里头，我们仿照的我爸爸以前40年前开着一台车，就是把商品全台湾这样子去兜售。现在的说法是环岛啦，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好事喵也要开着一台车去环岛，只是不一样。以前是把东西卖出去，现在呢，今年度是把商品收回来，让我们有更多的材料，然后做这一些永续的一个循环经济的部分。公司一直在成长，但成长呢，它又帮地球减轻负担，这个很不简单。那因拢一直倒立叠，不管是最先进的，或者是对这个整体环境上有帮助的阿如他都讲过爸爸的年代是载一车货去全省在说在卖，伊即马即张货车是要去全省，甲所有旧的遮的歹的遮的塑胶收倒转来，咱搁再做，所以讲摕着咱的政府。国家做着真大的这个环保再生利用所以我就拿来讲因爸爸较早一台货车安尼在全省安尼卖，较早人安尼有这个年代嘛。可是现在你的2台车的时候，发动要去收倒转来再生利用，为了整个环球环保地球那我觉得很不简单啦水顺公司第2代接班人三兄妹继承着父亲的意志。依着过去60年代再回购买模式，现在转变为全台回收消费后再生塑胶，希望为地球的责任减碳尽一份心。为了减少一些石化材料开发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我们这几年致力在于一些回收材料的使用。那这些回收材料跟过去的回收材料有一些差异性，就是说我们是透过消费后再回收回来的产品。那这些材料也经过适当的检测之后，使用的安全性上没有疑虑，物性也根据我们产品特性的要求有这几挂改良所以非常适合在我们一些家居产品上面的利用。目前我们在卖场上面已经推出一系列的产品在做推广希望未来这些产品呢能够越来越精致，然后那个推广的广度越来越大对我们这个材料的应用。会有更大的注意这样子。活动发起的同工包括财团法人、塑胶工业技术发展中心、台南市总工会、创新创业协会，还有学校甲真侪社团拢共同响应。未来好事喵会无定期来举办回收再利用，将民众回收的塑胶，搁再做成循环的商品，提供民众来兑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